感謝主俾我哋有奉獻嘅機會同埋權利。感謝主，你以往都係賜俾我哋係有呢個工作嘅能力，以致我哋可以賺取金錢去奉獻喺你個國度上面，建立你個國度。求主使叫執事同埋教會嘅領袖都係能夠好好運用呢筆嘅金錢喺你嘅聖工上面擴展你嘅國度。我哋祈禱奉主嘅名求，阿門。跟住落嚟，我哋係有讀經嘅時間，係希伯來書9章11至到14節，我哋一齊嘅去誦讀。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金句我哋係由詩篇11章7章第1至到2節，我哋誦讀2次。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啊，你們都當頌讚他，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傳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哋好高興今朝頭早係邀請到朱家輝傳道嚟到我哋中間去講述神嘅話語。呢個今日朝頭早嘅主題，你正怎樣回應基督的完美代贖？我哋請朱傳道。好多謝教會邀請啦，讓我今個主日能夠同大家係一齊，雖然喺網上邊，大家一齊連結成為基督一個身體咧，去聽取上帝今日要帶領我哋要知道嘅信息，以到我哋行事為人咧，去討上帝喜悅，去跟從主。咁我哋講到之前，我哋再次有一個祈禱開始啊！我哋一齊喺度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哋真係好似啱啱詩歌讚美你一樣，求你賜我哋有一個清潔嘅心，行喺你正直道路之上。因為我哋成日都唔小心又去犯罪，去得罪你，去影響到別人。求你拖帶我哋啊，叫我哋唔好自負，叫我哋緊緊嘅，好似啱啱我哋唱讚美詩歌咁樣，緊緊跟隨你，以到行事為人都能夠榮耀你，作光明之子。所以主啊，求你用你嘅話語去更新我哋嘅心，以到我哋能夠去知道明白點樣去履行我哋喺地上面嘅身份，叫你嘅國度彰顯於我哋四周嘅生命當中。願你祝福帶領，我哋將日時間交託俾你，願你賜下智慧悟性，叫我哋明白並且能夠行得出嚟。願你祝福，願你悅納，就好似我哋詩歌咁講，我哋成為活祭獻翻俾你。多謝你。以上嘅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啱啱咧，主席帶領我哋一齊去誦讀嗰段經文。我相信咧，你翻咗教會一段時間咧，你都好熟悉嘅啦。即係嗰度講咩嘢啊？講到耶穌基督就係咩嘢啊？就係大祭司，係咪啊？佢就將唔單單成為大祭司個完美嘅大祭司，更加係點樣啊？獻上自己捨己，成為一個活祭，好似啱啱唱詩歌咁樣。阿保羅教我哋，佢就先即係去成為榜樣。
並且咧去成為嗰個捨己嗰個能力咧，去讓我哋能夠再次恢復咧，去點樣啊？就好似第14節啱啱我哋仲讀，雖然主席未讀晒，但係咧就話除去死恨之後，我哋要目的係乜嘢啊？就係去侍奉邊個啊？我哋永生嘅天父上帝啊嘛，係咪？你諗下，貫通整本聖經，由創世記到啟示錄，其實上帝最想就係恢復乜嘢嘅狀態啊？咩時期嘅狀態？點樣嘅關係啊？同我哋同萬物係啦，就係恢復翻始終未犯罪之前嗰個同行親密嘅關係，同在同行同工嘅關係。啱啱我哋都會為着即係短宣隊叫求上帝賜下平安。大家知唔知平安係咩意思啊？希伯來文就 shalom，希臘文咧就 eirene， 知唔知係咩意思啊？唔係淨係即係心靈狀態嗰種啊好平安啊。其實希伯來原文咧喺希伯來人以色列人裡面嘅解釋咧，就係嗰種關係嘅修復啊。因為我哋同自己、同上帝、同他人、同萬物都破裂咗個關係，平安就係一個完整翻一個冇裂痕嘅牆壁、冇裂痕嘅關係，就能夠去坦誠大家親密同行咁樣，一齊好好咁樣去好似伊甸園，好似新天新地咁樣去咁樣建立一個關係。呢個就係平安 Shalom Eirene。咁所以你見到由始終未犯罪之前，上帝做人做女就係按佢嘅形象，然後就差派佢有嘢做嘅喎，就係點樣啊？喺原始裏面去侍奉上帝，就好似啱啱我哋希伯來文，即係希伯來書第9章第14節，去侍奉永生上帝。你見到啟示錄新天新地21章22章嗰時都係點樣啊？世界各地各人都穿上白衣。裏面咧唔再有即係疼痛，又唔再有太陽月亮，因為個個都喺裏面都發光啊，好似上帝耶穌基督咁樣啊，一齊咧成為光明，然後照亮即係整個群體喺當中，去一齊去侍奉嗰個上帝，去彼此相顧，係咪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咧屬創世記啟示錄都黐埋啱啱所讀嘅經文，尤其是我哋大家一齊翻開以賽亞書啊！第11章，以賽亞書其實咧頭尾都有講呢個即係關係新天新地係點樣，唔係淨係啟示錄嘅。以賽亞書第11章，第11章邊度啊？第11章嘅6到第9節，你發現嗰度描述上帝嘅聖山係點樣啊？係能夠萬物共存㗎。BB 仔同條蛇啊！條蛇都唔會咬個 BB 仔嘅手啊！佢同佢一齊玩啊，係咪啊？獅子啊，同牛都能夠一齊好親密咁樣同在。獅子唔會食咗隻牛噶，因為11章6到第9節嗰度講咩啊？上帝嘅聖山係點啊？不傷人噶，係咪啊？大家唔會彼此傷害，係有一個親密和諧嘅關係。唔單單喺以賽亞書11章，你發現以賽亞書結尾啊！第65章，如果你有聖經，我鼓勵你翻開第65章17到25節，你發現頭尾咧，以賽亞書都回應翻嗰個新天新地，上帝嗰個旨意，上帝嘅心意係咩啊？第65章第17到25節，你會見到，尤其是最尾嗰幾節，都係重複翻第11章嗰度講嘢㗎，係咪啊？都係講上帝嘅聖山都係唔傷人㗎，係咪啊？啲動物可以和諧共處㗎。即係我哋翻到新天新地咧，係有動物嘅喺當中，係有嘢做嘅去侍奉上帝。所以你見到咧，上帝成個心意，我哋啱啱主席帶領我哋讀嗰個經文，目的就係叫我哋唔再被罪轄制，唔再咧去大家去自己憑住己見而行，而係按住上帝嘅心意去點樣？去彼此去造就，去侍奉榮耀上帝，係咪？咁我哋就要問啦。我哋揭翻開，我哋啱啱主席帶領我哋讀嘅經文，即係希伯來書第9章11到第14節。希伯來書第9章第11到第14節，你留意翻經文裏面講耶穌基督係點樣啊？耶穌基督已經成就晒一切噶咯，佢獻上咗自己嘅生命，又帶領我哋叫我哋捨己，係咪？
然後去一齊去，唔再有嗰啲惡恨喺我哋生命裏面，以至我哋唔再叛逆上帝，我哋能夠以愛去同四周嘅人去相處，一齊去侍奉上帝，係咪？啱唔啱啊？嗱，我哋喺傳統教會裏面咧，好清楚提我哋咧，就係耶穌基督一次獻上已經完成晒一切啊！咁我問翻現實生活當中嘅你，我哋一齊。我哋現實生活裏面，我哋係咪能夠與上帝無時無刻，唔係淨係你決志信主㗎，唔係淨係翻嚟崇拜呢一刻，係無時無刻，你都同上帝係咪都保持一個好緊密嘅親密關係去侍奉佢啊？係定唔係啊？唔係，唔係啊！有陣時我哋都會裏面有啲古靈精怪嘅嘢啊！唔好話上帝啊，睇唔見嘅上見唔到嘅上帝，我哋同人嘅關係，你係咪同個個人都能夠好好嘅關係，保持翻嗰種新天新地，好似以賽亞書咁，唔彼此傷害、唔彼此嫉妒嘅關係啊！唔好話其他人啦，同你嘅伴侶、同你嘅仔女係咪都成日都咁親密啊？有陣時係啦，但係有陣時都唔係啊，係咪啊？咁我哋就要問啦，明明耶穌基督已經完美代贖咗我哋，即係已經叫我哋能夠有平安，同四周、同上帝、同自己復和咗噶啦。點解我哋仲係唔係成日都經歷到呢件事情嘅？係無時無刻喎？點解啊？耶穌基督已經成就咗噶咯，完美成就，唔似得即係你要知道嗰個希伯來書而家記載呢一段咧，係源於咧上帝出埃及之後帶領以色列民喺利未記咧嗰個贖罪日啊。就係一年一次大祭司咧，一年一次為自己贖罪完之後，就為整個以色列民贖罪，然後先至一年一次進入至聖所同上帝面對面嘅啫。但係耶穌基督而家係已經成就晒，叫我哋能夠無阻隔、冇幔子，我哋一齊進入至聖所裏面咯。已經同上帝有一個好嘅關係咯。點解我哋生活唔係成日都咁樣經歷與人哋與自己？你知現代人啦，有人你問下你自己。有你自己都會有啲愧疚，過去做錯咗一啲事，甚至而家會繼續，久唔久又會去做翻嘅，或者我哋都會懊悔咧，以前犯過嘅錯，好似修復唔到咁樣，係咪啊？但係明明耶穌基督已經完成晒一切㗎咯，已經除去我哋嘅死痕，除去晒呢啲，點解我哋呢啲嘢仲纏繞我哋嘅？發生咩事？究竟有啲咩難咗，以至到我哋唔能夠成日都同上帝咧、同他人咧、同自己咧保持一個平安、親密、同行、同在嘅關係咧？點解啊？唔通耶穌唔得？唔係啊，耶穌已經完美啦。所以今日我哋要反省一個問題。今日嘅講題係咩啊？你正係點樣回應基督嗰個完美代贖？我再問下大家，你帶住呢個問題去聽呢個信息，你過去到而家呢一刻，你正係點樣回應緊耶穌基督嗰個完美代贖咧？唔係耶穌出現咗問題，會唔會係我哋裏面有啲問題？以到我哋攞唔到嗰份平安與上帝同在同行嘅關係咧，我哋要好好去反省、去警醒。好想同大家一齊去探究呢個問題。第一點就係會唔會我哋都冇好好去正視接納？我哋雖然已經即係耶穌已經洗淨晒我哋一切罪污，但係會唔會我哋裏面仍然覺得每一日同上帝同行？每一日同身邊嘅人同行嘅時候，會唔會我哋仍然覺得我哋自己唔夠完美喺當中，或者鐘擺去到另一邊，就係我哋唔正視我哋裡面嗰種黑暗面啊，嗰種咧古靈精怪嘅思想，冇去正視，以至到咧我哋即係耶穌基督已經洗淨晒我哋一切嘅啦嘅罪污，但係我哋又被呢個社會感染翻，然後我哋又去黐翻。冇去正視自己裏面嘅問題，以至到咧仍然成為一個阻隔與他人咧冇改善一個更新咗嘅生命啊嘅狀態，以到仍然喺人哋嘅生活當中，你都係好有問題嘅，因為我哋自己冇正視到，冇更新到生命喺當中，會唔會係咁樣咧？你要留意，如果你係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嘅，你要留心。上帝設立
出埃及之後，第一個大祭司係邊一個啊？第一個大祭司邊啊？係啦，亞倫係咪啊？亞倫啊，係邊一個嚟㗎？摩西嘅哥哥，係咪因為亞倫咧係佢好完美，好似如耶穌基督咁樣，所以佢就被上帝揀選恩典咧？佢成為出埃及之後第一個嘅大祭司，係咪咁樣啊？唔係，係啦，絕對唔係。亞倫似邊個啊？唔似耶穌基督，更加似邊個啊？更加似你同我啊！都係甩甩流流。你發現出埃及，佢雖然同阿細佬摩西一齊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但係去到西乃山啊，當摩西上咗去山頂去領受上帝嘅律例典章嘅時候，喺山腰或者山下面山腳嘅亞倫，同樣作為領袖第二把交椅，佢做咗一件咩事啊？佢完唔完美啊？我哋一齊揭開出埃及記第32章。出埃及記第32章，你發現亞倫做咗一件乜嘢嘅錯事啊？做咗一件即係上帝幾憎惡嘅事啊？係咩事啊？就係你發現32章講，當摩西喺山頂40晝夜嘅時候，領受摩西律例，亞倫竟然咩啊？叫班以色列人，叫佢嘅羊摘下晒佢嘅金首飾耳環嗰啲嘢，點樣啊？幫佢哋，你望住第4節。出埃及記第32章第4節講咩啊？佢就親手去鑄咗隻金牛犢出嚟啊，去雕刻咗隻金牛犢啊，然後就明明帶領咧以色列人咧喺為奴之家喺罪惡之中咧出咗嚟，但係佢竟然親手做咗隻偶像出嚟，去讓以色列人陷入罪中啊！咁大唔大件事啊？好大件事啊！以至到上帝喺山頂同阿摩西對教嘅，叫摩西你快啲落山啊！呢一班以色列人啊，叛逆我啦，製造偶像啊，鑄咗隻金牛犢啊！摩西就即刻急腳落咗山之後點啊？即刻質問亞倫。亞倫唔單單做咗金牛犢呢件錯事，你望住第32章第22節，當摩西質問亞倫嘅時候，亞倫點樣回應？明明佢始作俑者主動去做金牛犢嘅喎。第22節講亞倫點樣回應摩西啊？亞倫話：主啊，你唔好發烈怒住，你記唔記得啊？這百姓係專於作惡，係你知道，佢將個責任焦點由自己所做嘅即係金牛犢嘅事件推卸咗俾邊個啊？推卸咗一個牧者，推卸咗個責任，推卸落啲羊嗰度喎。第一時間誤導摩西就話：喂，呢班羊咧，呢啲以色列人係作惡多端嘅喺當中。然後就24節嗰度講咩啊？佢繼續回應摩西就話：咁我就迫於無奈咧，我就叫佢哋攞咗啲金首飾出嚟，然後我就抌入火裏面，隻牛就金牛犢就走咗出嚟啦。呢個係咪事實啊？唔係，佢講大話。推卸責任之餘，仲要講大話，話明明佢親手雕刻鑄出嚟嘅，而家就話好似由主動嘅始作俑者變成一個被動嘅參與者，似唔似我哋啊？我哋好多時候俾人哋質問我哋做錯事嘅時候，我哋第一時間都有人都驚，所以點啊？就去辯解詭辯啊，係咪啊？你發現原來當去到利未記第8章，如果你有聖經，你打開利未記第8章，雖然亞倫做咗一件咁大嘅事，累到好多拜呢隻金牛犢嘅以色列人死咗3000人咁多，咁大件事，但係上帝有冇唔接納佢啊？去到利未記第8章，你發現上帝仍然去高立亞倫成為大祭司，唔單單高立佢，仲去應承佢嘅子孫都能夠成為祭司、君尊祭司嘅國度，係咪啊？唔單單高立亞倫，仲高立埋佢幾個仔，係咪？第8章利未記第8章啱啱先高立完啫，你揭後一頁，第10章，第10章就發生咩事啊？啱嗱，之前就講亞倫做咗今日就累死咗好多以色列人，但亞倫有冇去改善正視自己嘅問題啊？
冇喎。去到第8章，膏立完佢兩個仔同佢自己之後咧，成為大祭司之後咧，第10章就佢兩個仔就冇聽上帝嘅吩咐，喺會幕裏面私自獻燔火。知唔知咩叫燔火啊？燔火就係即係唔係分別為聖嘅火種啊，就唔係喺會幕裏面嗰個祭壇上面嗰啲炭火啊，嗰啲炭火已經本身分別為聖，先能夠獻上香壇嘅。但係呢兩個仔竟然喺走咗出會幕，會幕出邊嘅即係煮食用嘅火種或者其他工具嘅火種，然後就將呢啲唔係已經分別為聖嘅火種喺出邊續火。呢啲就叫燔火，就擺入去已經分別為聖嘅香爐上邊，並且準備去私自想進入咧，即係至聖所，因為嗰個香壇咧，至聖所門前咧就係嗰個香壇，佢就獻呢個燔火，結果點樣啊？第10章第1、2節嗰度講咩啊？利未記就上帝即刻嬲怒，就降下火，要唔可以將即係呢啲未分別為聖嘅火種獻上，所以就燒死咗兩個仔。點解要提呢件事啊？因為贖罪日第16章第1節，你揭後幾頁，利未記第16章設立呢個贖罪日嘅時候，1年1次進至聖所呢件事，第一件事提係咩啊？就係亞倫兩個仔近到耶和華面前死了之後，就係講翻啱啱第10章嘅事情。你發現亞倫作為第一個大祭司，佢累死咗好多以色列人，自己做偶像金牛犢，去影響群體，冇學曉嘅功課，更加即係冇好好管教兩個同作祭司嘅仔，累到兩個仔都死咗喺裏面。但係上帝有冇唾棄佢啊？第16章你見到邊個作為大祭司獻上第一個贖罪日獻上贖罪祭啊？係邊個啊？就係亞倫。你發現上帝仍然接納亞倫去成為大祭司，所以當我哋生活，我哋生命當中，如果我哋覺得自己唔夠完美去侍奉上帝嘅時候，我哋必須去理解第一個大祭司上帝設立嗰陣時候，亞倫都係甩甩流流嘅。上帝明白我哋係甩甩流流接納，我哋唔會好似亞倫咁樣製造即係累全家製造金牛犢，或者累死自己個仔女。但係呢度故事，亞倫作為第一個大祭司提醒我哋係唔完美嘅，所以上帝先至去喺希伯來書今日主席帶領我哋誦讀嘅即係9章11到第14節，就設立咗將差派佢嘅獨生愛子耶穌基督成為嗰個終極嘅大祭司，去幫我哋去修復嗰個唔完美嘅關係。唔係因為我哋做得好，其實根本我哋冇可能做得好去賺取上帝嗰個接納。上帝接納你唔係因為你做得幾好，而係因為咩啊？上帝愛你，係因為耶穌基督作為大祭司犧牲自己去救贖我哋，唔係因為你做咗幾多嘢，而係因為耶穌基督嘅犧牲捨己，去成為一個完美嘅祭，以至到唔需要再我哋揾一個代替者，1年1次進入至聖所為我哋贖罪，而耶穌基督已經成就呢件事，並且帶領我哋唔需要淨係大祭司入咗至啦，我哋每個人都成為君尊祭司嘅角度咧，去進入與上帝有個親密平安嘅關係。問題係第一點就係，我哋要承認我哋係唔完美，我哋好多限制，但係呢個唔係停喺度，我哋更加要正視我哋裏面黑暗面我哋嘅問題。讓耶穌基督咧真係持續地每時每刻都讓成為支取力量，讓我哋唔走翻回頭路啊！讓我哋去能夠去檢視我哋裏面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以到我哋靠住基督去得勝，去一齊與弟兄姊妹同工，與基督一齊同工，去成就上帝嘅工作，去侍奉佢，唔係單打獨鬥。你記得贖罪日咧？唔係淨係為亞倫而設嘅，唔係為亞倫一家而設，係為成個上帝子民嘅群體，整個以色列，包括教會，包括你同我。所以正正提醒我哋要正視
我哋裏面係有限制，我哋仍然有問題，但係我哋可以靠住耶穌基督，黐住耶穌基督，靠住同行嘅弟兄姊妹。如果你教會，你望下四周，你隔籬唔係淨係你一個人單打獨鬥，我哋一齊去侍奉上帝，唔係你一個人完成。我哋有限制，我哋完成一部分，然後其他弟兄姊妹又完成另一部分，其他嗰啲就由耶穌基督完美代贖、完美咁樣去成就上帝嘅工。我哋一齊同行同工就係呢個意思。好多時候弟兄姊妹都係知道，但係冇去緊去反省，以到咧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就成為與上帝與人嘅阻隔，又或者冇正視自己問題，以到上帝耶穌基督已經犧牲咗，但係我哋繼續回頭路走翻轉頭。呢個係成為咗我哋第一個難阻喺裏面，以到我哋唔能夠攞到個平安親密嘅關係，與人與上帝與自己。所以我哋要好好去接納正視自己嘅問題，黐住耶穌基督，以到唔好俾世界扯翻走嚟。呢個係我哋必須無時無刻去，以到我哋持續咁樣去黐住上帝。第二點係，我哋都係君尊祭司，唔係淨係耶穌基督係君尊祭司。你見到第14節提我哋係唔係耶穌去侍奉永生上帝，係我哋一齊去侍奉永生上帝。咩人先係侍奉永生上帝啊？就係祭司啊，君尊祭司嘅角度。其實啱啱講創世記一開始，亞當夏娃始終就係要侍奉上帝，去到新天新地都係咁樣一齊。所以我哋真係唔好忘記我哋嗰個獨有嘅身份，君尊祭司嘅身份。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知道啊，我哋君尊祭司就好似阿彼得同我哋講，我哋聖潔嘅各代君尊祭司，我哋光明之子喺當中。但係我哋只係得個知字，最多極其量咧，我哋好似亞倫咁樣停留咗喺嗰個禮儀嘅層面啊。咩叫禮儀層面啊？就係覺得我已經返咗崇拜啦，去聽道敬拜、唱詩讚美啦，就已經叫做係履行咗君尊祭司嘅角。係呢個只係一部分，記住係一部分嘅。你睇住我哋主題經文希伯來書第9章嗰度講一齊侍奉上帝，係咪君尊祭司就代表獻祭咁嘅意思啊？你發現你揭後一頁第10章希伯來書第10章，不斷去強調耶穌基督一個質問嘅問題。你揭去希伯來書第10章第5到第10節，希伯來書第10章5到第10節，不斷強調咗2次，重述耶穌基督講咩啊？你睇住第5節，耶穌基督就講啦：上帝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跟住隔咗2節之後，又再講第8節。祭物和禮物、燔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意的，也是你不喜歡的。你見唔見到啊？唔係喺禮祭層面啊，禮祭層面係上帝唔喜悅嘅。就正如耶穌喺馬太福音第9章13節嗰度咧，我講俾大家嗰度講，我哋好熟噶啦。嗰度講話上帝咧係唔喜愛咩啊？唔喜愛祭祀，喜愛啲咩啊？憐恤啊，係咪啊？所以你就要問啦，點解耶穌基督喺記載喺9章嗰時又可以獻上贖罪祭？點解到第10章又話係上帝唔喜悅？因為更加重要嘅係每一次講完呢啲禮祭唔喜悅嘅事之後，緊接係講啲咩？你望住經文第10章5到第10節，緊接嘅講完唔喜悅呢啲祭物禮物之後，第7節講咩啊？上帝啊，我來了係為要咩啊？成就遵照你嘅旨意而行，係咪啊？跟住再過多2節，講完唔喜悅呢啲祭物禮物燔祭贖罪祭之後，去到第9節又再講我來了，為要照你嘅旨意行。到第10節，我係憑你嘅旨意行。見唔見到啊？更加重要唔係喺禮儀層面啊，唔係君尊祭司嗰個禮儀層面，更加重要係咩啊？上帝更加喜悅係咩啊？就係嗰個遵照上帝嘅旨意行。上帝咩旨意行啊？就係憐恤啊！就係你憐恤四周你有需要嘅人啊，去點樣去做啊？
上帝就好似憐恤亞倫做錯事一樣，仍然俾佢做大祭司。上帝係喜愛憐恤啊！我哋會唔會領受咗嗰個耶穌基督永生嘅救贖之後，我哋冇去繼續持續去憐恤四周嘅人呢？所以你見到希伯來書第10章呢5到第10節之後，你望低啲24節，我哋一齊中到憐恤係憐恤啲咩？做啲咩啊？第10章希伯來書第10章24節，我哋一齊中到咯。雖然你冇開麥，但係都一齊去中到，好嘛？1、2、3，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係咪啊？我哋再讀多一次，彼此提醒，又提醒自己咯。憐恤係做啲咩啊？就係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做咩啊？行善啊！上帝嘅旨意係咩啊？就係上帝用上帝定義嘅好為好，我哋就點樣啊？我哋就去做行善咯。相反，上帝覺得唔好嘅，我哋要點樣啊？就唔好做咯，係咪啊？我哋唔好好似始祖咁樣，要自己攞禁果，自己要話事，以到被趕出伊甸園。耶穌基督嗰一次獻上就係要我哋去重新，唔係睇自己嘅己見啊，唔係要自己決定話事咩為之好我就去做，咩為之唔好我哋就唔做，唔係隨自己嘅喜好啊，係點樣啊？君尊祭司嘅角度就係按上帝嘅心意，唔係停留喺禮制上邊，唔係喺禮儀上邊，而更加日常生活行事為人要點樣啊？彼此相顧。咩叫彼此相顧啊？就係唔係你一個人去生活，彼此係咩意思啊？即係你都要兼顧同你出現喺你四周，上帝託付俾你嘅羊，身邊有需要嘅人，你都要點樣啊？去關心佢，關懷佢。佢跌倒，去軟弱嘅時候，俾社會、俾群體去被邊緣化嘅時候，你要點樣啊？去讓佢得堅壯，站立得穩。如果我哋冇記得呢件事嘅時候，我哋就唔係做緊君尊祭司嗰個身份。我哋有冇去勉勵佢？唔係指出佢，淨係話佢錯，而係點樣去聽出佢嘅故事之後，扶持佢、勉勵佢，以到佢重新被你嘅上帝從你而嚟，從上帝而嚟嗰個愛咧，去被激勵，以至到一齊去做咩？勉勵行咩啊？行善喺當中。唔係話我哋有幾叻，我哋有幾多才幹，而係我哋都係因為黐住上帝耶穌基督個完美嘅救贖，黐住我哋嗰個終極大祭司，以到我哋一齊做君尊祭司，讓其他人都進入君尊祭司嘅道路，同你同我一樣，一齊黐住上帝去點樣啊？去榮耀上帝，係咪啊？榮神一人，我哋都知啊，但係我哋有冇落實去做啊？如果我哋冇落實去做嘅時候，呢個就成為我哋點解唔能夠持續咁樣去攞到嗰份平安 Eirene 嗰個 Shalom 修復關係同上帝、同人、同自己嗰樣嘢，因為我哋冇去跟住去做上帝嘅指引，堅持己見，好似始祖咁樣。我哋聽咗好多呢啲道，但我哋有冇去實踐咧？喺當中，呢個係第二點，我哋有冇專心去履行君尊祭司個身份，去成就上帝嗰個善，憐恤四周，幫助四周嘅人。第三點係咩啊？第三點，明明我哋啱啱主帶領我哋讀嗰個經文嘅時候，我哋已經被耶穌基督已經除去我哋裏面嘅死痕，但係因為我哋第三點就係我哋對罪唔敏感啊！呢個世界雖然我哋裏面冇已經除去所有嘅罪污。但係呢個世界仍然被罪轄制黑暗嘅當中，仍然成日都引誘我哋嘅，成日個主流價值觀話俾你聽，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啊！你都要救到，你要自己好先至去幫到其他人。咁所以咧，成日都為咗自己先，成日都變咗做咗一啲嘢，唔係對正上帝啊，唔係憐恤他人，而係為咗即係自己感覺良好，自己嘅做咗自己對自己好嘅事，唔係錯。不過，如果我哋仍然冇去對罪敏感，仍然靠自己小聰明，冇去留心罪嗰個誘惑咧，係好容易就誘惑咗我哋。並且你要知道，罪誘惑咗我哋之後咧，唔單單讓你自己一個人跌倒喎，影響你嘅心靈再次崩壞，更加讓乜嘢啊？啱啱贖罪祭你要留心，唔係淨係為亞倫，
係影響整個群體。你見到亞倫做咗今日就讓3000幾個以色列民都一齊死晒。所以你犯罪，如果你對罪唔敏感，唔單單影響你啊，影響你屋企人，影響教會成個君尊祭司嘅角度啊，好似亞倫咁樣。因為我哋每個人都好似成為咗大祭司、君尊祭司嘅角度嘅。如果我哋冇好好去警醒啊，喺當中知道唔係淨係影響我自己一個。有陣時我哋軟弱咧就係咁，都係影響我自己啫。但係其實你會影響埋你屋企人，影響四周，影響教會成個文化。如果我哋冇執着對罪敏感呢件事，我哋就會讓其他人跌到好似亞倫一樣。所以你見到即係呢個我哋啱啱主席帶領我哋讀嘅，即係耶穌基督潔淨咗我哋心之後，除去第14節，除去我哋嘅死恨，叫我哋侍奉永生上帝咧。你見到保羅同樣喺羅馬書，我哋企去羅馬書第13章啊，羅馬書第13章第12到第14節，羅馬書第13章第12到第14節，你見到同樣都係回應緊咧咩嘢啊？回應緊啱啱希伯來書第9章第14節嗰個講乜嘢？如果你打開咗聖經，我讀俾大家聽。羅馬書第13章第12到第14節，你發現好相似啊！嗰個講咩啊？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點樣啊？我哋一齊重讀第14節好唔好啊？羅馬書第13章第14節，我哋一齊重讀咯喎，1、2、3，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我哋一齊讀多次咯喎，去彼此提醒咯喎。第14節。羅馬書第13章第14節，1、2、3，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我哋得唔到嗰份平安，得唔到與上帝親密嘅關係，與人與自己保持翻嗰個修復嘅關係。其中一樣嘢，我哋冇去披戴基督。我哋仍然好似亞倫咁樣，淨係披戴外顯嘅禮儀，嗰啲以弗得啊，嗰啲胸帶啊、腰帶嗰啲嘢，以為就係咁樣就係大祭司。更加重要係點樣啊？我哋啱啱即係如果我哋熟啟示錄喺新天新地咧，個個係穿白衣嘅，係放光嘅。嗰白衣係咩嚟㗎？同樣好似耶穌基督登山變像一樣，白衣就係我哋要披戴嘅內化基督啊！我哋生命係完全全被基督充滿啊！被聖靈充滿嘅時候，我哋嘅生命咧就會緊貼好似耶穌基督啱啱讀過嗰啲希伯來書第10章咁啊，成就上帝嘅旨意大過我哋自己嘅己見啊！問題係我哋有冇去披戴基督啊？我哋有冇內化基督嘅生命，穿上白衣放光啊？唔再係着嗰啲外顯嘅禮儀，即係淨係返團契崇拜咁樣唱詩讚美就算，而係生活為人就係行出上帝嘅形象，耶穌基督嘅樣式啊！因為我哋已經同基督連埋一齊啦。我哋有冇去成日提醒自己，去問下自己反思，我而家係咪披戴緊基督，係咪內化基督？即係好似新天新地一樣，唔使去到新天新地，你而家就如同喺天上一樣，能夠穿上披戴基督，去內化，以至到你生命有白光走出嚟，去展現嗰種光芒，喺呢個扭曲黑暗嘅世代，去出現嗰種一點點嘅光喺你生命裏面。就係你有冇披戴基督，以到好似啱啱我哋讀過嘅，即係希伯來書第10章嗰度講，我哋有冇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事。關鍵係你有冇黐住耶穌基督啊，黐住嗰個大祭司嗰個生命，佢捨己俾咗你啦。你有冇去咁樣去活出個上帝嘅形象，成為上帝嘅 partner，去咁樣去喺生活嗰度展現？啱啱提到贖罪日就係嗰個就係1年先一次，嗰個始作俑者就係問題就係亞倫。
會唔會我哋喺現代裏面，我哋生命中有好多製造咗好多金牛犢咧？金牛犢係咩？有人話我冇整過金牛犢，唔係有啊？會唔會咧？金牛犢係有啲嘢你高過上帝，你追求嗰樣嘢多過追求上帝，嗰個就係你嘅偶像，嗰個就係你金牛犢。會唔會係你嘅仔女？會唔會係你諗住啊？我退休啦，淨係去玩享樂，呢個就會唔會係你金牛犢咧？會唔會你追求其他嘢高於上帝咧？借上帝為神燈一樣，讓你有健康就算數咧。其實你追求健康多過追求上帝咧。呢啲都係你嘅金牛犢，而呢種你潛移默化，你都會影響四周同人傾偈嘅時候，唔單單連累你自己，都會連累其他人。所以我哋真係要好好謹記，對罪敏感，以到我哋一齊披戴基督咧，唔係淨係去翻嚟崇拜、查下經、主日學、唱下歌就算，而生活為人點樣去憐恤、去幫助四周軟弱嘅人。所以你見到阿朱傳道成日都每一堂度都不斷提醒大家點樣用生命喺生活當中去榮神益人，係咪啊？講到牙血都出埋嚟。但係我哋有冇去真係咁樣去實踐咧？如果唔係，我哋真係去到大審判嘅時候，你點樣同上帝交賬啊？所以我哋真係要好好反思今日嘅講題係咩啊？你正係點樣回應基督嗰個完美嘅代贖？係咪相稱咧？你生活為人、待人處事？過去我哋甩甩漏，你記得第一點就係上帝知道我哋甩甩漏漏。問題係我哋有冇去從呢一刻開始去黐住上帝披戴基督，然後唔係淨為自己而活，唔係堅持自己己見。有時我哋真係要咧，就係同人哋傾偈嗰陣時候，或者同仔女，或者同其他人咧，就要話人哋一定要 buy 我講嘅嘢。唔係啊，唔係要 buy 我講嘅嘢，而係要 buy 上帝嘅行善嘅旨意。只要我哋喺合適嘅時候，去點樣去愛心勉勵人哋做嘢，呢個先係榮耀人，唔係要堅持自己，要一定人哋要跟足晒我哋噶，跟足上帝就得啦，唔跟你嘅意思都唔緊要噶，用另一個方法。所以我哋真係要堅持君尊祭司個身份多於其他，唔好追求嗰啲嘢金牛犢去高過上帝。而係終要點都要黐住追求上帝，以到你行事正直。好似我啱啱領詩帶領我哋唱嗰啲詩歌真係好好，根本係講晒我成篇道嘅咧已經。你回望上帝，用諸般嘅方法去不斷提醒我哋，究竟我哋會唔會耳邊風左耳入右耳出咧？好似亞倫咁樣冇正視自己生命咧。我希望盼望藉着今日嘅信息，我哋一齊安靜沉澱。上帝提醒你啲咩啊？你正係點樣回應緊上帝耶穌基督嗰個完美嘅代贖咧？我哋一齊安靜，然後我帶領大家一個禱告。上帝喺呢堂信息裏面提醒你啲咩嘢啊？我哋係咪仍然冇去正視自己黑暗面？會唔會我哋仍然想靠自己己力去賺取上帝嘅接納？定係我哋好緊貼、好感恩上耶穌基督個犧牲，以到我哋黐住耶穌基督，以到我哋履行君尊祭司嘅身份，去披戴基督，去憐恤多過喺禮儀嘅層面，以到我哋彼此激勵、勉勵行善，定係你有其他嘢阻隔咧？我盼望你好似唱詩歌口唱心和咁樣，將自己擺上，成為活祭。讓上帝俾你從呢一刻開始，直到你去返到見主面為止，都能夠生命不斷更新成聖，以至到有能力去面對面與上帝同行同在同工。上帝知我哋甩甩流流嘅，上帝想加力俾你，你願唔願意去正視自己生命呢？讓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天父，多謝你。多謝你不斷用唔同嘅方法去提醒我哋，提醒我哋
你嘅愛係完全嘅，你接納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即係做得幾完美，正正你知道我哋好似亞倫咁樣做得甩甩漏漏，錯咗又唔反省喺裏面。求你從我哋依家只，我哋唔好似亞倫咁樣，唔係好似始祖犯罪之後咁樣，而係好似耶穌基督披戴住基督內化基督嘅生命，活出主耶穌你嗰個形象，去祝福四周，去扶持四周軟弱嘅人。因為我哋都軟弱，所以我哋彼此扶持，我哋一齊去同心合意去侍奉主你啊！因為我哋唔係單打獨鬥，我哋係一齊同行，並且有上帝耶穌基督你支取力量，以到我哋能夠一齊成就主你喜悅嘅事。願你就差派我哋祝福我哋每一個人，願你帶領加能賜力俾我哋，叫我哋唔好俾呢個世俗去影響。叫我哋敏銳罪嘅嗰個誘惑，並且清楚唔係淨係影響我哋自己，更加影響我哋四周嘅人，以到我哋警醒。願你祝福帶領，多謝你垂聽。以上禱告奉主名求，阿門。交翻俾主席。阿 Jo 你開咩 Jo？ OK，唔好意思。我哋好多謝朱傳道俾我哋咁好嘅信息。我哋係要有與主係有一個好嘅關係。每日嘅去跟隨主，以致我哋係可以披戴基督，而唔係俾私欲嘅去同埋世界所控制住。咁樣我哋就可以實踐呢個君尊祭司嘅身份。我哋多謝朱傳道。我哋跟住嘅詩歌嘅帶領係阿 Gloria， 請 Gloria。我哋正話都聽完一篇好好嘅道，一個好嘅提醒。究竟我哋點樣去回應今日我哋嘅講題咧？我哋點樣去回應翻神對我哋一次嘅永遠嘅贖罪祭？我哋點樣去回應咧？我哋係咪願意都係獻上我哋自己作為活祭咧？獻上活祭。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緊緊跟隨你。你恩典與慈愛永無止息，你信實直到永遠。我幫我的神因你奇妙聖名，獻上我的讚美。耶穌，主耶穌，求用我一生。耶穌，主耶穌，求用我一生。深深向你敬拜，我靈渴慕你榮光，我完全相信你寶貴應許，我在你懷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見你面。耶穌，主耶穌，求用我一生。耶穌，主耶穌，求用我一生。
繼續站立唱三不頌，三不頌之後咧，請阿朱傳道為我哋各位祝福。地上生靈當中主你，天上萬軍中人，靈讓我哋一齊仍然站立，憑信去領受從上帝而嚟嘅祝福。天父啊，